今日咧，我哋同樣嚟到城區睇一個樓盤嚟嘅。先講優點，優點咧就係南北對流南北對流，視野非常好，直面我哋中山市區嘅紫馬嶺公園樓下就有我哋嘅紫嶺小學，小朋友以後返學500米到800米，咁你行10分鐘左右啦，係咪？另外一樣，咁我哋講下佢個缺點啦，佢就係毛坯嚟嘅，到時候需要花啲心思去裝修。咁對某些人咧中意裝修咧係一個優點嚟嘅，可以自己設計。而且我哋呢個地理位置咧，前面就係中山路，可以去通往嗰個深圳啦、香港啦，對呢部分地方群體嘅朋友咧就比較友好嘅，交通方便。樓下咧就有直通巴去深圳、返香港都係好方便嘅，因為市中心啊嘛，去邊度都方便。距離嗰個博覽中心咧都係直線距離800米多少少嘅。依家可以跟住我哋嗰個無人機個視野，可以睇下園林啦。綠化都係已經做好，而且係現樓交付起好噶啦。今日俾晒錢，聽日就攞鎖匙。最關鍵呢，隔離嗰個紫馬嶺公園呢，咁多樹，空氣質量絕對係冇得頂噶啦，正。